天王周杰倫同佢老婆昆凌一向都好保護仔女嘅私隱，好少曝光佢哋正面樣。不過最近一家五口去澳洲網球公開賽觀賽，坐喺觀眾席第一排嘅8歲大仔 Romeo 意外被高清鏡頭影到清晰嘅正臉，瞬間喺網上瘋傳。喺相入面，Romeo 身穿白色運動休閒外套，仲戴住黑超，同爸爸一樣嘅髮型。雖然黑超遮咗半塊面，但佢嘅下巴線條、神態令網友直呼縮細版周董。佢嘅臉型同周杰倫好似，高鼻，仲有酒粒，完美融合媽媽昆凌嘅混血優勢。網民讚佢中咗基因頭獎，話頭好胎真係好重要。最搞笑嘅係現場捕捉到父子神同步，周杰倫伸手調整黑超嗰陣，Romeo 同時做緊一樣嘅動作，默契十足。受爸爸影響，Romeo 3歲開始練習網球，6歲已經喺澳洲青少年興趣賽事贏咗冠軍。周杰倫曾經幽默咁講：屋企第一個網球冠軍竟然唔係我。為咗支持仔仔，夫婦選擇喺墨爾本定居，住喺訓練中心附近。周杰倫仲化身專屬陪練員。Romeo 5歲曾經喺爸爸粉色海洋嘅 MV 出現，而家已經成長成網球少年，大家對佢未來嘅發展充滿期待。